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28公司台语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屏东的看守所伫昨昏发生受刑人偷选去的事件。这是一个40岁姓杜的受刑人，伫家家外口自主作业的时，那亲像甲人去冤家，拍对方，佮抢走对方的轿车，驶向高雄的方向。刑事局已经公布伊的相片，希望赶紧抓到人。 刑事局的官网发布规夜的重要紧急查缉专案，外景碎裂较散，鱼仔较明显的40岁受刑人涂俊伟，而且伫咧屏东看守所趁自主监管作业时阵逃走。初步了解，敢若是甲农场的员工去冤家，甲对方拍着伤，结果开对方的车逃走。本署大概在今天下午5点半左右接获竹田分监来通报这个涂俊伟这个受刑人他在 下午的时候跟人发生冲突，那冲突之后呢，那驾驶对方的车辆来逃逸。涂俊伟民国107年因为诈欺、吊销盗窃等案件立案服刑，刑期6年外，因为确定伫全台湾4月2，屏东地检署27下午5点40分接到监所通报，1点钟久内就发布通缉，全力追缉。本署接获之后，在1个小时之内，在6点半就已经确认之后发布通缉。那目前已经指示警方 全力来追缉那希望可以将他赶快逮捕归案。今年2月才发生花莲自强外一干4路的诈欺犯逃走，一个台中外一干逃犯遭登去厝内了自杀。3月13要将下自主监备人犯逃走，法务部赶紧严厉对策方案，以后可能会提悬要入去外一干受刑人的资格。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关心清华大学伫昨下晡有接到通报，讲学校内底防坑炸弹，经过警方去检查，并无发现有危险的物件。警方是表示，网络下的这恐吓批，那亲像是对国外寄出来的，已经报予检方去侦办。本局中午获报，本辖某大学遭扬言放置爆裂物，随即动员本局警力，会同校方于校内地毯式搜索4个小时。 均未发现任何异状。经本局分析邮件、电话及恐吓的内容，与近期频繁透过网络言论针对旅游运输系统恐吓的方式雷同，不排除为同一犯嫌所为。为了避免引发模仿效应，本局已报请新竹地检署指挥侦办。 另外，伫台南市一间火锅店，昨暗咧换甲酥汤的时，是无细日发生爆炸，造成一个60岁刚加岁的工人2度的烧烫伤，赶紧送上病院治疗。麻辣锅店的灶卡内面规个乱糟糟，物件扬甲死过。消防人员甲敢若是发生爆炸的加酥汤搬离现场，边仔几个加酥汤汤身也拢是灭火打粉。 台南市公园南路一间麻辣锅店，27暗7点外，灶卡内面传出一声正大声的声音，工作人员甲店内人客赶紧走到处化。就是很蹦，然后他们跑进去厨房里面看，然后结果他们跑出来，然后我们就跟着一起过去。 代志发生起当阵，雅素工人正伫咧灶卡内面换雅素桶，怀疑可能是因为操作的问题引起爆炸。台南市消防局出动18台车、31个人到场抢救。消防人员到进前，火就已经用灭火器拍花。到达现场的时候，该名民众他已经自行脱困到外面来那我们也用消防车对该名患者进行洒水做降温。那初步研判大概是有 9%2度的烧伤在右手背右手上背。爆炸造成60岁姓陈的工人身躯9%-2%度烧伤，主要拢伫咧面甲手。救护人员伫救护车顶，该初步清洗包起了，赶紧送病院治疗。因那爆炸原因，一个等火灾调查科鉴定。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海军陆战队指挥部所管的陆战陆陆地，进前咧点国军的武器的时，发现有检，T 754式的机枪有被抢讲碰见一支，随成立专案小组，即马当咧调查，嘛已经移送司法去侦办。海军陆战队指挥部将本严肃坦诚态度，全力配合司法调查，并深切检讨，严予究责，绝不宽待。 另持续加强内部管理及械弹、爆材管制，详实验证清点，务实做到绝不隐瞒，账务相符。
继续关心中国打压咱台湾，咱台湾甲洪都拉斯建交82年，即马已经断交。就伫这时间点，前总统马英九去中国祭祖，是引起一寡民众的不满。当伊出发的时，抗议团体有去抗议，嘛甲警方发生冲突。马英九是表示，等36天才有机会去中国祭祖，时间是有等较久。不过伊讲，伊即抓去中国是希望买当改善两岸气氛。马英九们上权入国，臭要饭的一路好走。政控团体夜摆啊大声抗议，甲警方发生激烈冲突。台风断交敏感时刻，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去陪伴引起部分民众反弹。马英九表示，希望借去中国访问，改善两岸气氛。我这个37岁的时候，在政府里面就负责处理两岸事务。我今年73岁，等了36年才有机会到大陆去访问，的确是待得久了一点。马前总统正做两岸分治74年以来，第一位打起中国行政元首。而且下晡4点21分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了后，一出机门倒手微微，向中华媒体下手致意。由国台办副主任陈元峰、上海市台办主任张小敏甲副主任李耀东等人接机，陈杰比原本外界有趣的政治局常委、国民副总理丁世祥发机。因为心情较暗，伊落飞机了后，并无发表任何讲话，马上坐车去虹桥高铁站要去南京。汉顺访问南京、武汉、长山、重庆、上海这都市，佮甲青年学生到相关省份看辛亥革命，对其抗战为证。要伫2月早起去南京中山陵时阵公开发表演讲，邀3场甲学生的座谈。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甲洪都拉斯断交，外交部长吴钊燮是表示，若是有国家想要和咱台湾强化关系，就算无邦交嘛，袂排除任何状况。这是引起外界在回讲，咱台湾的外交政策敢是要转向双边承认？有学者是认为讲，咱较适当参考进前两地甲两韩在推动双边承认迄款做法。不过国民党的立委是认为无遐尔简单。台湾甲洪都拉斯断交，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任何国家希望甲台湾强化关系，就算是非邦交国，也拢无排除任何状况。咱国外交部政策敢是可能转向双重承认，引起真侪讨论。我们都乐于接受，也会扬弃过去那种汉贼不两立的外交策略。要做到所谓的双重承认是有它的困难度的，因为这涉及到2个中国的问题以及一中一台的问题。江启臣也呼吁美国甲日本会当考虑甲台湾互交，学者分析，过去的两地甲即卖的两韩拢是双重承认，就像迄当时西方国家承认东德治权，苏联承认西德治理。那南韩总统文在寅也捌正式访问平壤，形成一国两府的概念。那以两岸来讲，也就是台湾甲中国两个政治实体分离，第三国会当分别承认，也毋过关键伫两岸需要将话讲清楚。到现在已经70多年，你中华民国也没有被你共产党所统治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必须要跟大陆讲清楚。如果我们跟中国大陆坚持中华民国，是必然会导致战争。我觉得这可能也不必然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东西毕竟跟台湾独立是两码的事情。学者表示，北京当局可能烦恼一国两府最后会变做两国两府，所以两岸沟通清楚真重要。台湾也需要甲友好国家说明处境，才有达到双重承认的空间。那台洪断交，国防部表示，派出韩国武官已经完成返国人事派至优先规划。另外，双方军训学员44人会依照往例处理，最近就有答案。记者综合报道。就算咱台湾伫国际空间受中国打压，也毋过坐客足期的议长艾达莫娃也是带160人来咱台湾访问。昨下晡嘛，甲咱总统蔡英文见面。两国未来会加强合作，尤其会协助捷克伫晶片半导体这部分的发展。捷克众议院议长艾达莫娃访团拜一下到觐见总统蔡英文，伫中国的强大压力之下，由元帅团来访，展现对台湾强大的支持。总统蔡英文表示，这若是台捷关系进展的重要坎站，未来也要就经贸等多方面展开更加侪合作，经贸、科技、文化及区域安全等领域展开更广泛的合作，共同强化民主阵营的团结机会。也会促进区域的和平稳定。Jsem přesvědčena, že mír a stabilita v Tajvanském průlivu jsou podmínkou globální bezpečnosti a prosperity.
jsou v zájmu demokratické části mezinárodního společenství, kam se Česká republika hrdě hlásí. 访台行程满满的爱达莫娃也拜会国发会主委龚平行政官员，再去爱达莫娃出席台在经济合作会议，唔但聚焦台在商机的经验分享，也希望作为晶片大国台湾会当协助地区伫晶片甲半导体领域合作。We bring innovative, stable and future-looking companies with an interesting portfolio and offerings that can be of interest and value to our Taiwanese partners. 根据统计，台湾去年出口到这个项目，包括主新产品、自行车加汽车零配件，去年出口金额6.83亿美金。那这个进口来台项目，有小汽车、电子显微镜、发电机加汽车零配件，去年进口金额是4.65亿美金。营养两国经贸合作密切，国内输出的银行去年也伫这个当地设立办事处，协助厂商另外运用资金。我们借由我们这个融资基金的提供，让厂商在资金的规划上面更可以后顾无忧。这样，除了经贸等产业合作，这个学术代表团也前往参访台北科技大学，双方就半导体等学术研究交流内容进行签约，望透过台在双方密切往来，共创双赢。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今日受东北风的影响，北部、东北部天气会较凉。透早华南喷雨区向东边线，中部以北、东半部有低暂雨。咱同齐来看分图。因为华南喷雨区向东边线，今日透早中部以北、东半部拢有落低暂雨，其他所在冇13雨。若日时开始，水汽就会豆豆减少啊，雨就会较停。剩北部、东半部、中南部山区会落雨尔。温度的方面，因为透东北风，各地早暗天气拢感觉较凉。北部、东北部低温大约15度至16度，若高温嘛敢若20度。若中南部温度是19度至29度，伫南部温差较大。拜六礼拜夜时，受华南喷雨区的影响，真侪县市拢有发布大雨特报。若中南部的水库嘛有趁机会，赶紧做人工吹雨，也毋过效果是无啥好。南部的水库即马水位是继续咧下降，就算暂温水库水有小可增加，也毋过嘛敢若一丝丝啦尔。顶礼拜春雨落伫台南市区，但几啊个月总算落雨，中南部几啊个水库嘛趁水汽增加，伫集水区做人工吹雨。红色的盐剂一直在烧，希望增加雨量。不过真可惜，尾啊效果无啥好。增温是有下一点的，只要天气条件配合，我们尽量就去做这样。那当然效果好或不好，那真的就是看当时的风向，还有封面的一个状况，所以就比较不容易去掌握了。到27中昼，新竹以南、中北部水库欠水率大部分拢是降低。永和山甲明德水库水虽然有增加，不过也是有限。水光坝甲雾社水库持续伫20%以下迄卡兜，南部搁较害，各水库的欠水率持续降低，敢若暂温水库增加到11.3%，不过也是真少。藻井还有从屏东财院区那一条7.6公里的管线送到高屏溪，然后这个部分因应高屏溪到4月底的时候，整个河川流量下降到某个程度。因为南部水情严重，高用水情的电河伫3月底会转做是减量供水甘仔式的电河。南水局所落来嘛推出相关管制措施，降低用水量，嘛加速下区送水，乌对抗区外水井等等。目标希望伫5月底进前会当稳定供水。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电动代步车算是辅助的行动工具，按照规定，敢若会当驶伫人行道，也毋过伫大路顶是清楚会当看到，而且有当时还会出车祸。因为这部分是欠缺数字通分析，学者是呼吁警方爱落实事故的注记，防止下乌数。安尼咱才会当知影这个交通问题要安怎改善。来关心自由时报，第5届公益彩券的经销商遴选，即马当地接受报名，伫5月底、5月31会抽考啊。按照规定是10年抽一届，现有的投注站无优先的保障，若经营者是一定爱提供有良民证，也个无刑事记录者的证明。根据6都的警察局的统计，今年1、2月啊，申请良民证的案件有14万件，这是比去年的同期增加3成。
来关心中国时报，新水价阁有厝贷款的补助专案6月份要开放，会当伫线顶办，买当去柜台办，即马拢会使。第一批符合资格人伫7月中就会当领到3万块的补助，大约有55万块的受惠。啊，毋过因为最近厝贷款的利息已经是超过2%，那样立委即马希望会当研究利息相关的改善方案，这部分内政部长讲爱阁研究。啊，若4月份开始，咱的电费钱嘛要起。全台湾大概有300万户有电梯的社区大楼，拢会因为公共设施的用电较上中，会互起到电费钱。啊，若这个钱就会用住户的管理费来纳。伫电费开关标上123的数字，依照天气状况来调整社区大厅的光度。就连车库甲外墙壁顶，什么时阵启用，拢随时监控。想要节省公共用电，社区物业安尼做。的闭灯方面，就是等到天色已经差不多过5点半、快6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打开来。夏天的时候，如果温度不到28的时候，那我们都是会用电扇，超过28度的时候才会再开冷气。4月7日，全新电价来临，除了100万细厝的人会互起到电价之外，根据内政部的统计，目前全国有900万户，除了透天厝、公寓之外，尤其是住伫电梯大楼、集合主体大楼的300万住户，可能也会加做即摆民生电价调起的重灾区。关键就伫住户爱负担社区大楼还是大楼个别楼层的推厅照明、小光用电，甲游泳池、健身房、地下摆放设备、停车场顶大光用电。那以一栋50户大楼，逐个月小光电费大约2万，大约有3000度。那超出700度倒起电价来讲，平均每一户一年爱加支出300-400块，而且是用哪济付哪济。晚上夜行者回家，我们的梯厅的部分就是小工的部分，那个真的没有办法省。虽然是已经 LED 灯，那不可能说你回到家里是暗暗的。因为我们这个社区大楼它只有47户，平均1坪的就是管理费就需要100块。如果在4月1号这样子调涨上去的话，我相信真的会透支很多。这样子的时候又到住户身上的1坪可能涨到110、120。是社区住户也是里长的是玉田表示，自家社区拢有咧节约用电，不过也是有一寡必要用电，是真正无法度省，所以放弃电价情形是走袂去。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即阵欠价两，嘛有适得个业者趁机会乌白化价。高雄甲屏东就有30个开早顿店的业者伫昨昏同齐出面指控讲，卖两个业者同齐做伙起价，呼吁政府一定要建立透明的合约机制，若无白纸黑字无排除要串联全台湾的业者拒绝买价两。现在这个生意，客人没有单就不买了，这生意都不稳定，我2个小孩要养哎。业者讲甲哭出来，价两一直起，互真侪早顿店经营困难。去年600、700、800、900甚至现在已经1100了。高雄屏东湾30位早顿店的业者，27早起到高雄市议会，指控两商联合加权介绍拍破以早起价时，两商开会了后，把伊统一通过的惯例。顶礼拜5，两商自行无预警通知27起只收价两，过去60至80块。现在我总管拢卖1300，伊客当伊遐卖，伊无可能卖1300，有可能卖1600、1800，是不是我们整个消费机制全部都乱掉？早顿店一定爱用的技能成本提悬，两商强势态度，更加引起业者不满，呼吁政府应该要求两农甲两商建立透明的合约机制，若无会拒买抵制。两商工会对起价表示唔知情，也不过他们讲部分市价场伫源头加价，造成两价混乱。有的真的是没有蛋，它的机场出了问题，他要加价去找蛋源，但是有的抢来抢去，就造成这个市场现在没有照这个机制在走。工会认为，但政府买两进口了后，两价应该较平稳。面对起价问题，屏东农业处表示，后来两价犹原维持每台斤45块5无起。高雄市消保官也出动稽查大型两商，目前查无两商违法囤粮，会继续关注风险有新真事亚冠介绍。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田纳西州的纳西维尔发生校园的枪击案。一个28岁的女性早前撞入去学校内底开枪，造成3个囡仔、3个大人死亡。若凶手是互警方断死。
美国总统拜登是表示，美国爱停止这款恶梦，嘛拜托国会爱赶紧通过惩戒法。纳西维尔的警方、消防甲救护车赶到当地私立圣约学校，当局接到报案，有人夜情走入去学校内面。这间学校自幼儿园到小学6年，差不多200位学生，教职人员有50位。警方伫1楼清场时阵，听到2楼有枪声。When the officers got to the second level, they saw a shooter, a female, who was firing. The officers engaged her. She was fatally shot by responding police officers. We know that she was armed with at least 2 assault-type rifles and a handgun. 学校将警方赶紧疏散学生甲教职人员。We're seeing students coming out right now. Multiple people have died this morning, including that shooter who was taken down by Metro Police. And parents, if they are coming to this school, it is still an active scene, so please keep your distance from this area. 初步了解凶嫌是28岁女性，不是这间学校的学生。另外一位警方伫凶嫌纳西维尔厝内进一步搜查，调查犯案的动机。美国总统拜登对这件案件讲，这是家庭上可怕的恶梦，请国会通过某一寡半自动武器的禁令。It's just, it's sick. We have to do more to stop gun violence. It's ripping our communities apart, ripping the soul of this nation. 真侪专家对凶嫌是女性也真意外。研究显示，伫大规模枪击案，凶手是女性的，只敢占5趴到8趴。因若是对校园枪击案的发生历史来看，人甲学校有历史上的连结，或者是感情上的联系。这边圣约学校的枪击案，应该嘛是这种情形。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香港疫情解封了后，伫昨日26日时有举办一场反对政府的游行。不过，香港的警方要求参加游行的民众身躯爱挂号码牌啊，而且袂使挂喙罨。有民众就认为讲，要游行阁有做这个规定，实在是真含糊。某学者是批评讲，这是假民主。反对132區填海。香港解封了后，头一场游行献地和平。详细看，示威者除了提标语，还有一条幼幼的线。每一个示威者的阿妈棍挂号码牌，游行队伍沿路叫着活动封锁线往头前行。甲媒体场围观的民众形成明显的隔开。示威民众讲，虽然真欢喜集会会当顺利举行，但不过这寡限制真好笑。I don't like to be given a number because it really does limit the spontaneity of the event. It puts people off coming, I think. And the whole way along, we were dragged with this tape surrounding us like cattle, and it's very awkward. 这场反对将军澳兴建水泥厂甲粪扫处理场的集会，是疫后头一个得到警方无反对通知书，最后顺利举行的游行。甲其他得到通知书煞拢无消息的游行申请比起来，看起来是真幸运。不过申请过程也表示主办单位做出未少的妥协，除了号码牌甲活动封锁线，就集会人数为300人减到100人，还佫要求除非提出医生证明，若无禁止挂喙罨。香港警方也佫伫现场全程监控。主办单位表示，大约50多人参加，这是反送中运动了后的头一摆有游行登场。为着会当让活动顺利举行，愿意配合警方。一起嘅話就真係咁多年之後咧，大家可能有一次復常之後一個獲得不反對通知書，亦都有啲擔心嘅會唔會被腰斬啦咁樣，但係好開心嘅。這條遊行也引起外界批評，香港假民主雖然是無關政治嘅民生訴求，不過為警方嚴密監控嘅措施來看，顯示香港遊行自由規範已經無像以早，恐驚也會加做日後嘅遊行集會形態。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輯。在關心美國密西西比州頂日有受加利亞風影響，造成26個人死亡。上屆嚴重的小鎮，即馬遮民眾是呼籲政府趕緊去救災。美國國防安全部嘛宣布講，要長期佇災區協助重建。若受加利亞風影響的另外一個所在是喬治亞州，遮個動物園內底虎是趁維利亞派去逃窜出去，加在尾有掠回來。Door right there. That's the hallway where we went to get in the bathroom. 这村破旧旧家啊，在后居民惊一座被摧毁的厝，心内真无奈。美国密西西比州只是暗时和加利亚风侵袭，强度真罕见，受灾细菌用被真做病地，尤其是罗尼福克镇上严重，这人口不到2000人小镇，至少12人死亡。
顶上有75派人口是废弃，而且1/5的收入比美国政府列出的散车线标准较低。啥物拢无的灾民仰望政府赶紧伸出援手。I've been in here 20 years, and it's gone. Give us some kind of system right here, because it is so hard for some people that not working, don't have a job. Help us out, please. I know we can rebuild, but what you do with the devastation? What you doing over here? 灾民的目屎是到未离也烦恼，厝边隔壁安徽对未来也感觉唔知要如何是好。目前救援团体甲志工已经伫灾区搭临时医疗区为受伤民众治疗，搁发食面。美国政府也动用联邦基金提供灾民临时住所，搁协助修厝甲支付财务损失。That we are here, not just today, but for the long haul. To be here on an enduring basis, not just through the response, but through the recovery as well. 另外，加利风也扫过附近阿拉巴马州甲乔治亚州，后果风雨为难海去，真侪动物四界走，其中就乔治亚野生动物园的2只虎，好加在已经成功掠倒来，动物甲工作人员拢平安无代志。公司新闻杨干编辑。巴西的里约风景真水，若是坐流浪，就当看到全部的美景。也毋过当地为着要拼观光，即马拍算要去高空溜雪，而且佫要伫山头起一寡夜店，这是引起民众反对，认为安尼施作会破坏世界自然遗产。目前已经有上万人联署反对。坐缆车欣赏迷人的山海景观是去里约一定爱佚佗的景点之一。不过礼拜日，真侪伫山脚的民众所烦恼，其他无必要建设会互当地特别美景遭到破坏。引起各种的抗议标语，要求业者马上停止高空出租的开发。O projeto é uma coisa horrorosa, é medonho. É medonho. O projeto acaba com o topo da montanha, entendeu? Da pedra. 里约建设缆车业者拍算伫汤米堡山甲乌尔卡山之间，各增加4条高空出租，互游客体验时速100公里的极限快感。同时，要伫2个山头起表演厅、夜店甲更较侪店头这设施，希望进一步拓展观光。Porque não tem nada a ver com o que é a ideia da visitação ao Pão de Açúcar, que volto a dizer, é uma beleza natural, é contemplativo, não precisa de mais nada do que já tem lá em cima. Banheiro, bebedouro, bar, lojinhas, não precisa mais do que isso. 反对民众批评出租山顶复建计划会冲击动植物生态，而且事前无经过讨论。不过业者表示，因已经通过各种必要评估，佮得到当地批准动工。新设施今年下半年就会开放。Companhia do Pão de Açúcar, né? Ela usa o Pão de Açúcar como se fosse propriedade dela, mas na verdade é patrimônio do Rio, do Brasil, do mundo. 里约因为特殊的地理景观，同时有世界自然遗产甲文化遗产的丰富，真侪当地人甲外国观光客拢认为无必要冒风险，佮增加高空出租来刺激观光。因目前咧发动山顶联署，希望将这个开发案动落来。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以色列的政府最近在推动司法改革，因为政府的权力变大，最高法院的权力却变小，引起英国内民众的抗议，嘛发起大罢工。因为美国即马嘛关心甲美国关心甲积极，所以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已经先宣布讲，先要慢车推动这项改革。来关心，因为通货膨胀的压力真大，德国的服务业工会，还有交通运输业的工会，即嘛是发起24点钟的大罢工，要求爱加薪水加10%，包括交通运输医护人员拢加1罢工，这是德国几10年来上大规模的罢工。目前德国的2大机场慕尼黑甲法兰克福拢暂停航班，咱台湾飞去德国的飞人机班嘛有受影响。来关心缅甸对2021年2月军政府落权发动政变了后，英国内动乱就拢无停过，互政府军顶阿伯反政府的人数风声已经有几万人死亡啊，而且有超过100万人即马有路无厝，引起国际上的谴责。缅甸的军政府在庆祝军人节的时，佮对外放调讲，压制反政府军的行动因未停止。
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逃走出去10多天的人形，昨早各方发现出现伫桃园，农业局赶紧派人去抓。下晡的时是发现讲，这只人形是走去富光国中附近的人家厝，农业局人员赶紧去下麻醉枪了后，尾也是有顺利抓到，也不因为受伤伤严重，救无回来。民宅里面，他跑到民宅里面去。围观民众看狒狒被关入人来，互动保警员带走。27早起，当飞狒狒互代替员工看到出现伫代替护工机场内底，农业局加派人员来抓。下晡，搁伫面体附近发现野野者，将引入面体了后发射麻醉枪，成功抓到。毋过发现身躯有伤，决定紧急送去乐福村动物病院。毋过回老美丽第一中途就失去生命现象。这么多天以后，我们功亏一篑哦，在捉捕它的时候，其实送到六福村的这个过程，得知它已经死亡了。农业局人员表示，伫现场时阵，狒狒已经受伤，是遭到蜡枪拍到，毋过围捕人只有麻醉枪，无委托外部人员加入，会报警来调查。过去当飞狒狒行踪大部分拢伫南桃园。3月7日伫平镇，互人看到，佮继续走去杨梅龙潭，2日了后，佮到六路快速道路附近。3月25伫杨梅互监视器翕到，走去面体食番薯。27早起伫代替护工基地出现，下晡伫附近面体被抓，原因抓到了后，要送台北市立动物园检验，想袂到不明原因受伤，不治身亡。因为我们在现场前，其实已经有一组人到了。那所受的伤是不是枪伤，或者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因素造成狒狒的死亡？这一件事，我们会进行后续的厘清。农业局表示，狒狒身躯检测到金属，来调查是不是枪支。空喙看起来是枪伤，会甲警方进一步来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关心台中市一间国校啊，伫顶礼拜六有90多人出现发烧、吐、走饱甲流。伫昨昏也各有330人是请假无去学校。台中市政府的食安处有专工去了解，这学生囡仔敢是食到无清气、无卫生的物件，已经甲拜六的营养午餐摕去化验，要调查到底是诺罗病毒，也是食物中毒。症状，就医的诊断大多数为诺罗病毒、肠胃型感冒等。考量3月24日校方供应午餐有共识现象，为求谨慎，亦同步进行食鱼环境等检体采检送验中，初步结果最快2周后出炉。学校表示，顶礼拜六补班补课，有学生就讲身体无爽快，第一时间有请家长把这囡仔带回去，嘛有赶紧通报。昨拜一读册日，阁有330人请假。若这囡仔症头是无啥共款，有人是发烧，有人是走饱，有人吐嘛，有人流。有医生是表示，可能是去喂到诺罗病毒，也毋过嘛卫生讲，有可能是去喂到胃肠性的感冒。目前学校已经做好消毒，食安处嘛摕24迄天的营养午餐摕去化验，要若这报告2礼拜后才出来。来关心疫情渐渐稳定，也毋过即阵咱即马国内高资的本土病例刷的增加，已经有16例。按照目前的规定，确诊者是爱伫病院隔离，等规身躯检批拢好了后，才会当出院。即马就确诊者向媒体投讲，伊互关伫病房关40天，关到强要消去。疾管署即马是表示，咱来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最近嘛召开高资的专家会议来讨论。高资是咱国第2类法定传染病，过去1个月累计都有10个本土病例，加上带病入境的个案，已经有16个人确诊。因为目前的规定，高资的确诊者爱伫咧病院隔离到皮肤的空喙检批完全落去，才会当出院。另一日有确诊者甲媒体投诉讲，伊互关伫咧一个人的病房内底40天。伊感觉真孤单，精神是强要记载袂掉。隔离这件事情本身对个人来说，其实身心压力也很大。我相信大家经历过 COVID-19 都可以知道。那所以如果这过程中可以有一些关怀机制的话，其实会蛮好的。同志民间团体认为讲，确诊者伫隔离治疗的时阵，病院应该主动关心确诊者身心的状况，建立关怀机制。另外嘛，建议会当比较附近的国家的规定，看个案的情形，放定解除隔离的标准。可比新加坡隔离的时间是14天，佮加上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那日本是自主隔离21天。现在的隔离处所都是在医院哦，那是不是未来可以在家里面进行隔离，甚至自主健康管理？但是它有一些配套措施需要研拟。疾管署强调讲，最近会召开高组专家会议，研究敢是要修订确诊隔离的时间，也有照顾患者的所在。确诊者若是转去厝邻隔离，都要有独立的空间，避免访客探视，而且甲亲人嘛要保持距离等等。相关配套的措施也搁伫个议定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人身躯顶拢有手机啊，有手机啊是真利便。即马造成室内电话是愈来愈少人咧用。根据 NCC 的统计，咱台湾室内的市内电话，11年来已经减少超过240万的用户，而且平均一日讲市内电话是无到7分钟。就算台铁、高铁捷运站大厅拢有设公共电话，不过是无啥人去使用。因为大部分的民众要是惯习使用智慧型手机啊、卡电话，因为都用手机，都用手机，所以比较少用市话。对，是手机比较多。对。室内电话会用吗？偶尔吧。根据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统计，咱国市内电话用户是愈来愈少，为2011年1268万户，到今年1月份，敢若剩1027万户，11年期间减少240万户以上。目前市内电话当中，有2/7是企业的用户，一般市内电话用户差不多是750万户。民众平均一礼拜使用市内电话，敢若45分钟，等于是一天使用不到7分钟。在家里是家里的电话比较方便，手机有时候会压到没有声音哦，有时候没有接，常常没有接。没有最长的问题，就是行动通讯有取代了过往的市话。但是我们是尊重消费者的选择。另外 ，NCC 的资料嘛显示，愈侪会住伫愈偏远的所在，这民众愈需要市内电话。学者嘛认为讲，市内电话有不可取代的特性，亲像停电的时阵也会当使用。民众使用市内电话来报案，警方会当随知影住址等等。而且市内电话通话费用嘛比手机较俗，也受民众愿意继续使用市内电话。记者综合报道。南投溪地有真侪砖头是无自来水通用，因拢是用山水，无就是古井水。若最近是因为无落雨欠水，水头嘛无水，打屁屁，所以一寡所在人家厝已经无水通用，生活拢受影响。村长甲水道头开开，水就安尼流出来。不过水底有垃圾啊，还佫有狗遐。这是南投溪地大干村涉水社区的民生用水。村长讲，当地无自来水。生活拢是爱靠泉水，虽然水质无讲介好，不过有通用也是罔用。山沟里面的那个水嘛，还好一点。那个挖井的去，那时候就是挖，不是去挖到那个水源了，所以带水比较多。涉水社区因为伫山区，长久以来拢是靠古井的水来生活，当地民众毋但爱家己接管线，家家户户拢爱按水塔才有水通好用。不过最近靠花拢无落雨。水源嘛受到影响，有部分的住落，若被人到用水的高峰，都可能无水通用。在走动的水已经都是枯水期，还好这几天有下一点雨，但是这些雨也都还是产生不了太大的帮助。没有山泉水的人就要用20公升的，你晚上、早上这样去排队，有的时候你半夜去，还是有人在那边排队了。南投管府表示，当地虽然挖进日月潭。不过地势相对较悬，加上无台水公司的管线通过，便若到达水期，水井水源就无法度来营养生活的需求。目前透过公所规划，伫咧附近的山区规划储水点，以收集地面水甲河流水的方式，甲水源注入伫咧欠水池，再搁透过宽纵管线的建设，希望每一户拢有水通好用。这个管委会表示，目前这个水源的供应是还可以足够支应，只是这缺乏整合的这个管线。南投管府表示，已经规划设定2500米的宽纵管线，还有多备要100栋的水源。若是有顺利发包，按算今年年底进前，就会当解决供水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水情较暗，水情较硬道。新竹市南寮的海水变正的设备，即马当地做测试，不过是引起一寡渔民的反对。因是烦恼讲未来海水淡化厂总共有起好，安尼排出来水会伤咸。个造成海洋的生态受破坏，海因掠无鱼。
渔民在南寮渔港的紧急海水淡化基地大门口挂布条抗议，烦恼未来永久海水淡化厂若是确定动工，恐惊破坏海洋生态环境，后摆出海会掠无鱼啊！卤水往海里排了，对我们渔民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卤水它是一个重盐分的啦，而且它会使水温可能会升高。是要做啊，没做不行啊。看天气变那个这么不稳定，对不对？如果干旱，你还是要靠那个海水淡化厂，对不对？如果没水，你没有靠它的话，大家没水用，那也是很惨。水利署表示，目前测试的是紧急海水淡化机构，也拿大型的永久海水淡化厂，虽然去年7月通过环评，短时间来也无被动工。我们最近是在进行相关的重启的准备，因为现在目前新竹地区那它的水情灯号转为水情提醒的绿灯啊，所以我们认为有需要把它那个整备起来，让它发挥我们当初建制紧急海水淡化厂的一个功能。短期内这一个大型的海水淡化厂也不会有所谓的施工或者是启用抽取海水或者排放海水的问题。目前在南寮所设的紧急海水淡化机构，若是重新启用，一天会当产出12400吨的水量。也若永久海水淡化厂起好了，一天的水量上济会到10万吨。水利署强调，渔民对污水排放的疑虑会向重视反映。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今年不幸过往，咱台湾有民间团体举办纪念影像展，对日本送200张珍贵的相片来咱台湾展览。咱总统蔡英文昨昏去致辞的时表示，台湾正感谢安倍对台湾的贡献，嘛希望台湾和日本会当继续保持好的关系。就摕着用毛笔写的台湾加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封叫做是上友台的日本首相。去年不幸过身，今嘛台湾民间团体举办纪念影像展，总统蔡英文出席致辞，也再次感谢安倍对台日关系贡献。我们期待台湾和日本在各领域能够不断的深化合作，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让台日友好的火苗能够延续。安倍纪念影像展是由产经新闻真侪名电影记者活30年所翕的安倍身影，也佫有珍藏的生活相片等等，拢总有200张相片为日本运到台湾展出。安倍晋三夫人安倍昭惠也录影片，表示希望7月会当访问台湾。7月の写真展には私もぜひ台湾に直接伺って皆様にお目にかかれたら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今回も多くの方に主人の写真を見ていただければ主人も喜ぶことと思います。台日关系真亲，这摆拄到台澎断交，日本驻台代表全裕泰也随发文表示，会一直伫台湾的身边，台日同齐加油，展现支持台湾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有一个资本偏远的游民收容中心，经过整修了后，去年有在地创新团队来遮进驻，嘛成立青年实验室。最近举办活动，希望请少年人来遮创业，做伙发展旧社区。表演团队穿学生家己设计古早衫，边仔佫结合社会议题创意单。嘉义市的青年创新团队邀请无共岁数的人，做伙用行动来关心社会议题。它是有不同社会议题的面向，包括银发，包括很年轻的人，包括他是嘉义大学的学生，或是他已经出社会这样的学生。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不一样的多元的人，可以出现在有事青年实验室。这个有事青年实验室的空间，原本是趴乡的游民收容中心，经过市政府的整理了后，伫去年正式启用。今麦550平的空间，嘛用来服务15岁到30岁的少年朋友，将做学校以外的实验基地。只要对社会有益的，我们希望让每一个世代的人在这个地方尽情的表现你自己。青年实验室是可以有这个机会去提出这样子的看法，然后成为嘉义市的城市发展过程之中一个很亮眼的一个声音。
为了辅导青年创新团体参与公共事务，将嘛要举办青年创意行动比赛，鼓励提出青年共创甲镂空间创业等等的方案。市政府嘛提出40万的创业奖励金，望吸引新创公司发展特定的旧城区。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早起看世界来关心，即卖 AI 是真厉害，嘛是因为真伤过厉害，引起一寡人的不满。就像美国就有3个艺术家，因是向3间 AI 的画图公司提出集体诉讼，因为这个公司允准使用者伫网络顶头利用 AI 模仿因的风格甲手路，互这个艺术家感觉因的权益受损害。啊，那伫芝加哥大学，即马是推出一款新的软体，会当伫作品顶头增加一寡数据，互 AI 无法度模仿。人工智能 AI 应用的领域愈来愈多，即马个人协助创作，目标画图人也透过 AI 制作作品。不过 AI 牵涉技术领域，感觉是没有问题的。美国加州3位艺术家就对3间线顶 AI 绘图公司提出集体诉讼，因为因的作品拢无伫事先互同意的情形之下，被 AI 模仿了。All of our work has been used to train the, models, the data sets that these, generative AI models use, and they also utilize our full names to be able to generate imagery. 泰国的艺术家指出，真侪创作者努力真侪年才塑造出来的风格，短时间内就被 AI 模仿走，对原创者来讲，真是有被侵犯的感觉。对新锐艺术家来讲 ，AI 绘图可能作为因未来发展。I'm starting to see AI encroach in my industry. I have heard many reports from artists around the world that they've lost commissions over this. 因希望透过诉讼建立法律先例，对 AI 绘图进行管理，包含 AI 创作者模仿风格进前，爱得到艺术家的同意，也爱提供艺术家适当补偿。不过，美国的 AI 绘图公司表示，因只是提供工具，无负道德责任。除了法律，艺术家也希望透过科技保护创意。芝加哥大学一团队顶礼拜才伫创作者要求之下推出新的软体，以用伫作品顶悬增加一元数据，互 AI 无法度正确模仿。不过，外界预测 AI 绘图公司应该真紧就找到漏洞。所以，伫创作者甲 AI 公司之间，可能出现一场领了了此的游戏。公司新闻市反映评价。来看澳洲有一只牛仔囝身躯顶头都有这笑面的图，主人就甲号名叫做快乐。经过媒体咧报，真侪人即马讲想要甲买来饲。落尾这个主人是用代票20万卖互农场卖去展览，即马是饲伫农场。希望大家后摆看到伊，拢会当感觉真快乐。囡仔为着人间欢喜甲快乐，因为眼前这只牛的身上有微微笑印记的牛仔囝，名就叫做快乐。Oh my goodness, Happy has been so popular, swarmed by all the school kids that have come through. They've all wanted to see Happy. They've gone over there and he stood up for them and they could see his happy smiling face. 这一个月大的快乐出生伫澳洲南部一个农场，主人无意间发现伊的腹肚的色地看起来像笑面，一开始也怀疑有员工滚耍笑伫身上画图，后来确定是天生的图案，就将伊号名快乐。这只牛仔囝变做农场的开心果，不少人想要收养，后来主人决定将伊以1万澳币，大约代票20万卖互农场世界电视，佮将所得捐互病院。快乐来到农场世界了后，去更较侪人前来看伊的风采，看过伊的人，亲像拢绑着伊的快乐。离开的时阵，拢满面笑容。公司新闻张慧萍编译。天气报你知，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5度，上悬有2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6度，上悬2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是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10度至22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